OK。唔係有時咧就係運動員好專注，但係因為咁啱咧，你哋三個都笑係啦，因為咁啱咧係男子嘅鐵餅賽事咧，咁啱有個運動員去掟咗個餅去個欄架個位啦，係啦喺個圈嘅嗰個位，幾似名槍，大家都以為係名槍咁，但係唔緊要嘅，因為大家真係好專注其實。好啦，我哋女子嘅1500咧，亦都係順利開跑咗。其實見到運動員咧，通常都會計住時間，因為始終可能喺場邊嘅教練未必會可以即刻同到佢哋講個配速係幾多。咁同埋運動員都會想即刻睇一睇佢每一 lap 嘅個時間係幾多啦。咁1500就係圍繞住400米圈嘅3個圈再加300米啦。咁所以頭先喺300米嗰個位咧，就係啱啱鐵餅隔離係啦。都幾有趣，我都第一次見，係真係咁啱去起跑嘅嗰個位置。咁但係而家我哋睇翻比賽就係咧，去到100米起點嘅位置咧，就暫時係黃卓玲係大先啦，然後就係屈子瑩，但係見到咧韓國嘅選手咧就已經係排咗係第2位啦。咁大家其實喺3.5圈啦，我哋叫三圈再多少少嘅距離咧，其實佢哋都唔會留得好多力嘅，即係頭先我哋5000米就比較多少少啦。咁但係喺依個位置其實見到佢哋已經慢慢跟住自己嘅節奏啦，同埋即係睇一睇前面後面嘅運動員佢哋嗰個配速係幾多，而去做決定會唔會再超前咁樣。咁暫時嚟講就係韓國嘅選手咧比較身高啲啊，跟住黃卓玲喺第2位。冇錯啊！見到韓國呢一位選手其實身形比較高大啲啊，咁而家已經係緊貼住黃卓玲啦。因為始終我見到韓國選手咧，其實佢好慢，佢嗰個節奏一路跟住黃卓玲啦。我諗佢都係去到後面，即係睇下佢邊個位就可以再超前啦。因為始終而家3.5圈嘅距離，佢都唔會即係一開始就爆晒嘅。咁我暫時而家都記唔到，即係資料我哋冇佢自己嘅 SB 啦。咁但係即係黃卓玲佢自己 SB 就今季係4分47秒55。咁當然就係即係除咗喺呢場賽事可能想拎到第一之外咧，都希望可以自己做到自己嘅 PB 嘅。咁但係就睇一睇呢場賽事係點樣啦。暫時嚟講都而家冇落雨，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唔錯嘅。係啦，完成咗第一圈啦，即係1.5圈啦。咁而家剩翻2圈嘅距離，最後800米繼續咧係黃卓玲帶住㗎。咁但係韓國選手咧一路係跟住佢，其實你見到佢個步冇打開嘅。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因為佢都係用緊同樣嘅策略啦。因為有時運動員比賽可能會係到底係想贏獎牌啊，定係想做時間啦。咁如果佢係以想贏獎牌嘅話咧，咁佢而家最穩陣嘅策略就係跟住黃卓玲嘅尾。跟住到可能係尾圈啦，佢先至開始發力。因為有時就係即可能運動員咧去到外地比賽咧，未必係太熟悉你平時嘅對手，咁所以佢哋有時會係跟住前面睇下佢嘅 pacing 係點樣先，跟住見到佢差唔多可能未必係做到你想要嘅配速，或者你見到佢開始攰啦，咁你就會超前啦。咁所以其實暫時嚟講咧，唔係話見到佢好辛苦，佢都係跟住喺黃卓玲後面。但係黃卓玲個樣開始有啲辛苦，係有啲唔緊要，我哋繼續為佢打氣。係啊，加油啊！咁見到咧，而家暫時咧已經去到最尾40米嘅距離咧，其實即將就會鐘聲響起㗎啦，亦都係代表住咧最後400米。咁睇下依個位置咧，大家會唔會真係加快個步速？因為見到其實即係韓國選手一路跟住佢後面咧，但係又冇講話一定要超前。咁其實會唔會係真係去到最尾100米先加速咧？因為佢驚可能黃卓玲其實仲有越嚟越近啊！呢一個位，我通常都會即係保守啲，就真係可能係最尾100米先加速啦，又或者可能85米嘅位置開始加。因為其實而家就見到佢，但係好危險啊！佢哋呢一個距離，拉開咗啲啲咯，黃卓玲。因為始終即係暫時嚟講，雖然韓國呢邊咧就係佢個步距會開始加快啦，同埋加多咗啦。咁但係其實佢都辛苦嘅。咁所以黃卓玲可能依度慢慢繼續拉開。如果佢勁啊，其實頂住個頭頂咗咁耐，OK，都幫佢食風食咗咁耐，你諗下，幫佢加速啦，好啦，我加速啦。因為始終韓國嘅選手佢隻腳長啊。唔係，我諗其實佢都知自己能力嘅，只不過佢就係想穩陣啦，佢想攞金牌啊，所以佢就一路跟黃卓玲跟到最後尾100先至發力。
我而家時間去到4分30秒，咁其實已經去到最尾差唔多30米嘅距離啊，咁所以睇一睇佢衝線嘅時間係幾多啦？4分41秒52啊，咁就排喺第一位韓國嘅選手，之後黃卓玲就係排第2位，第3位呢就會係即將會翻到嚟嘅屈子瑩。咁女子嘅1500米決賽呢，完成之後就會喺10點啦，即係大概10分鐘之後呢，男子嘅1500米決賽呢，亦都係今日朝頭早嘅最尾一項競賽項目呢，就會係開跑噶啦。咁啊，3位嘅女子1500米嘅運動員呢，亦都係衝過終點翻到嚟啦，咁啊完成晒賽事。咁啊，第一名呢，就係嚟自韓國嘅 NBM 莫漢娜，咁啊時間係4分41秒52。咁啊，第2名衝過終點呢，係 Nike 香港田徑會嘅黃卓玲，而第3名就係代表屈臣氏田徑會嘅屈子瑩 Crystal。咁啊，見到佢哋笑得好開心，係咪仲笑緊頭先起跑嗰件事呢？我諗如果係我跑1500米呢，我唔會仲可以企到喺度笑咯。係啦，亦都係影翻張相啦，因為始終就係有外地嘅選手咧，都好希望可以影翻張大合照留下念啦，係非常之好，比較心濕。恭喜晒3位嘅運動員，亦都係拎到今場嘅1500米頭3位冠亞軍。咁我哋場上啦見到啦，喺鏡頭下面呢，就係